来看这间有300栋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的龙山寺，是因为年久过深，这内底呢插头的建筑有的是漏水，有的甚至是变形凹去。即马文资局今年呢是来公告龙山寺检修甲再利用工程，也毋过流标去。第二届招标是按算伫个8月14日来举行。 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侪插头的建筑，但是年久过深，尤其152年起做的拜殿，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，半年前开始漏水，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，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。顶回风台的时阵吼，就漏水的时阵就知影，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吼，拢会受水来安尼啊。 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吼，所以讲希望讲各界吼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吼，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吼，得到一个解决吼。虽讲文资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，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流标，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，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仔示范区未修身，引起争议。落尾工程解约停工较紧，庙方嘛烦恼会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，影响厂商投标的意愿，牵着修复的时间。希望讲吼，上级长官会用将这个吼招标的问题吼，看有法度吼，赶紧吼处理好。啊，希望吼公众体会吼龙山寺的困境啦吼。流言伤过头多吼，关心伤过多吼，其实对龙山寺嘛毋是讲足好的帮助啦。 文资局回应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委托专业团队调查龙山寺实际损害所在，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的招标，预定会伫8月14开标。针对漏水部分，嘛会派人了解情形，提供庙方必要协助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